好，安尼大家平安，大家好吼。我是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长志定吼。咱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吼，就是咱打到台语开讲社到迄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吼，咱高档的回顾。今仔会由我吼志定，佮有咱的协会理事台文家私密的创办人何美吼，来做伙甲大家分享吼。咱是安怎为这个开讲社吼，行到这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吼，我大先伫遮讲者吼，就是讲咱高档回顾吼，咱大家应该捌听过开讲社，打到台语开讲社嘛，捌听过这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阮伫成立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进前吼，差不多有6档啦，6档咱是用这个打到台语开讲社这个名，这个伫咧社区大学的社团吼。伫咧捧诶，所摆咱9档有6档是即个打到台语开讲社，咱3档吼是即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好，安尼我着去讲，好遮吼大家应该伫咧网络顶管应该有看过即个台文博览会吼，遮台文博览会吼，现主是咱社团吼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一个品牌。所摆咱伫咧网络顶头吼，伫咧做宣传营销还是外，咱拢会用台文博览会即个名。所摆大家伫咧一寡社交媒体平台定都看到吼，应该拢是即个台文博览会。所以这应该是大家对咱较熟的一个印象吼。咱用台文博览会即个名吼，咱有办理，逐个月拢有固定办理像讲座课程佮有开讲会、读册会，侪活动吼。好这是咱逐个月吼，拢有即个活动的放送。遮 QR code 吼，大家嘛会使扫看卖吼，这若扫入面吼，就拢会使看到咱活动相关的资讯吼，就是咱固定逐个月咧放的活动。好台文博览会是阮咧要意啥物咧？其实阮咧做的吼，就是希望会使甲即个台语吼生活化台文吼会使普及化所以这咱咧做的，不管是咱咧办的活动还是讲课程还是讲营销宣传咱其实拢希望会使促成这件代志吼，就是台语生活化，佮台文普及化吼。所以大家咧看阮协会形象吼，还是咧营销咧宣传这物件吼，拢会感觉讲可能较少年较活跳，较趣味所摆这是嘛是阮希望会使去做诶。好大概讲者吼，就是即个即个台文博览会，佮有咱迄个打到台语开讲社，佮有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吼，即3个名称的关系吼。好今仔日吼要甲大家分享的内容吼，头一趴吼，头5趴嘿，是先小解吼，阮是啥，过来咱用迄个时间点吼，来甲大家讲咱是安怎起股的一直是安怎行到大。咱今年吼正式成立这种无处理的 NGO 吼，无处理的这个NGO， 咱已经3档今年要满3岁为2022开始过来就是咱现主是咱即马所要义的代志，佮有咧做的台语事工佮有咱过来咱协会吼真重要的这个专栏吼，这个台文家私密的这个计划吼，一个变声网吼咱所以今仔日吼，大概甲大家分享即几个部分吼。协会小解者吼，会由我来分享咱协会专案吼，台文家私密吼，即部分吼，等下请咱协会理事吼，即部分就由黑米吼，协会理事黑米来甲大家分享。好头尾先开始吼，阮是啥吼？好，这张图吼，是伫迄个咱高雄市吼的和平国小，就是第一社区大学这是我伫2017年啦，2017年初学台语的时吼，初学台语的时上迄个台语课吼，这是迄个阮班的迄个老师佮有咱同学徛伫中即2位吼，就是这位查某的先生吼，这位就是迄个陈金花陈金花老师这位蒋丽莹
李英老师吼，这是阮迄时阵阮班吼，阮班的同学吼，你看阮班挂我吼，敢若3个人，2位老师，就是4位啊，4位吼，4位有其中1位吼，佫是社区大学的迄个工作人员来斗的吼，无吼，若无安尼斗吼，迄时阵课会开袂成。其实伫咧阮南部吼，大概吼，拢是即个状况吼，就是社区大学咧开课吼，台语课吼，用招生的状况拢差不多是安尼，拢无一定开会成啊，无一定开会成若有人吼，金花老师，佮有即个李英老师吼，因着愿意教，所摆我就是伫咧8当前2017年吼，迄时阵就是伫咧社区大学遮上台语课吼，开始接触到台语，开始安尼吼，一路安尼聊落去吼，开始参与遮个台语时间吼。迄时阵吼，上台语课吼，迄时阵碰到一个真大的问题吼，因为大家应该吼，若有咧教台语还是讲有上过即个台语课，还是这种语言的课，应该嘛知影吼，就是讲这种台语课吼，伊普遍吼，大概上过1期2期啦，就拢无后续啊，大家就感觉家己会晓大家就拢散去都拢无去都拢无去就是讲迄时阵碰到一个，虽然讲迄个金花老师吼，伫咧即个社区大学吼，伫咧我2017年开始咧读的时阵，伊伫遮已经教10几档毋过吼，迄时阵迄个上课上煞的即个学生大概上1期2期就过1档啦，大家就拢会就拢可能嘛无一个后续，无一个延续啦，就拢散去安尼啦，啦，真歹有即个延续，因为台语课这无像讲迄个别个迄种会做，因为社区大学的课真多元啦，有真侪迄种做物件呀，还是讲有迄种即种水电等等的课像迄款课吼，拢会可能有1期对1期学员拢会继续留落来毋过台语课吼，通常大概学员上过1期2期，就过3期，就拢袂继续搁留伫课程因为遮教的物件吼，大家拢会感觉讲，已经学起来可能嘛较基础，教的物件拢共款的所摆台语课迄时阵咧上的时阵即个情景。迄时阵吼，台语课上煞吼，迄个拄好我迄当真好运就是迄时阵金花老师拄好是即个台乐会即个秘书长所摆伫迄当吼，开真侪课程，除了即个台语课以外吼，佫有像讲咱即马迄个图片看到的吼，就是种台语语言学的演习班吼，所摆差不多迄1档2档吼，我差不多就是台乐会啦，就是台湾罗马尼协会吼，迄课吼一直开，嘛拄好迄2档吼，我着遮课拢有跟着，拢有学着吼，嘛有对即个，这是迄时阵语言学的课吼，请即个成大本系即个蒋伟文教授来上吼，为台南拼到高雄吼，逐礼拜拢开课吼，所摆迄时阵阮着嘛是上这课所摆迄时阵对台语即个议题吼，就会使讲是愈来愈有感触啦尤其吼伫家己的生活当中吼，才发现讲即个台语的流失甲即个问题实在是真严重的。所摆其实我迄时阵嘛有伫高雄是有食头路的，有正式的头路的，毋过吼煞落尾吼愈白愈深嘛开始对台语即方面吼，对即个议题吼，就是真捌愈来愈侪安尼。这应该内底真侪人应该拢看会出吼，这是迄个黑米，黑米。迄个少年的黑米，这是欧巴老师撇画，这是永和老师，这个文晶，这个寿丁，李英老师甲金花老师，这是阮迄阵上课的同学，阮做伙上这个语言学的课。好拄则有讲到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台语课大家上线吼，其实都拢无所在去吼，无所在去就拢四线吼。所摆吼，迄时阵咱迄个社区大学吼，社区大学的指导老师吼，就是金花先生吼，迄时阵就就是迄时阵就拄好有课程的学生的迄个就是鼓舞啦，就鼓舞课程的学生出来组一个社团啦，就叫做打造台语开讲社所摆咱伫咧2016年啦。迄时阵就成立一个社团吼，伫咧社区大学高雄市第一社区大学的社团做
打到台语开讲社。迄时阵的社团其实真简单吼，即马大家看到可能顶讲写真侪物件，毋过迄时阵真单纯啊，迄时阵就是讲迄个台语课上线希望讲大家个会使一个定期，会使留落来聚会，还是讲迄个联谊联谊聚会所在就对啊。所摆迄时阵的台语课上线迄时阵成立打到台语开讲社的初期吼，有办迄个台语讲座啦，台语讲座佫有迄个读册会嘿，即两项固定的，就是差不多2、3档的时间吼，2、3档的时间就是拢固定有即个读册会迄个佫有即个台语讲座，就是讲座甲即个读册会。这是迄时阵啊，这是迄时阵迄个所摆大家若是课若上线吼，要继续迄个增加家己迄个台语文的能力吼，还是讲有一寡会使有志吼，会使做伙开讲吼做伙对这个议题吼继续讨论吼，阮就是有即个读册会。迄时阵的台语讲座吼，就是这是迄时阵咱头一任的社长吼，迄个打到台语开讲社第一任的创社社长，即个文晶林文晶文晶迄时阵就有规划即个讲座，这讲座吼就是一礼拜。哎吧，逐个月一场啦，逐个月就一场啦。这主题吼拢无限定，无限定这迄时阵伫拢办实体吼。迄时阵就是拢原则上就是拢用台语啦，用台语来讲啦。就是一个月一场的讲座安尼。这读册会，读册会差不多10趟个啦。疫情进行吼，差不多10个左右安尼，有时若是讲迄个天气较无好，可能2、3个嘛有，嘿2、3个嘛有，就是一个月2摆，逐个月2摆，就是有这个读册会。所摆因为迄时有即个社团啦，所摆迄时我学台语学线吼，就是有一个所在通去，所以伫遮吼嘛，甲大家做伙开课台语吼，感觉讲真趣味，真好耍。迄个因为这社区大学嘛，社区大学伊大学伊吼拢会有一个升果展啦，升果展迄时阵就拢会去鼓大家做伙去摆搭，去摆搭有一寡升果的展示安尼。好，这是迄时阵的开讲会吼，迄时阵开讲会大概安尼，大概2、3档吼，对第一任的社长文晶吼，大概2档、3档的时间吼，迄时阵就落尾就发现一个问题吼，就是讲。迄阵成立社团是希望讲大家会使来遮开讲做交流嘛，有一个延续嘛。毋过落尾吼，才发现讲，迄个大家若较注意甲看吼，会发现讲，遮面相吼，敢若拢，大家人拢看过吼，只是讲迄个摆咧组合无共尔吼，就是讲每一届吼，就是来参加活动吼，还是讲你看像咱这讲座还是讲读册会其实拢家己人拢熟悉的人。迄时阵有即个社团的事吼，即个真大的问题。所摆迄时阵咱，喂，敢是迄个林老师，你个麦关一下，无迄个。这是迄时阵的社团吼，所以迄个就是讲大个人拢是。熟悉啦，来个人拢是熟悉啦，就是普遍吼年岁拢较大啦，就是少年人较少啦，所以迄时阵伫咧差不多2、3档的时阵，即个现象，虽然讲有人毋过吼，拢固定的人嘛拢无，就是无甲即个即个议题吼，还是讲继续换落去谈，所摆迄时阵吼，咱第二任的吼。第二任的社长吼，打到台语开讲社第2任的社长吼，黑米吼，就因为安尼吼，就伫咧2019年的时候，就办理即个台文博览会吼，台文博览会。即个台文博览会吼，伫咧迄个月吼，大概办理20几场的活动吼，20几场的活动，伫咧一个月期间办理20几场的活动。这大家看吼，是毋是甲拄则吼差真济？拄则大家看到可能拢是大家熟悉捌看过的即个。就是讲固定遐个人，毋过迄时阵办理即个台文博览会吼，其实请到的吼，拢是国外的人，请到
人嘛加真济吼，人嘛加真济，就是对你迄时阵办理即个台湾博览会吼，就是有用即个台语啊来讲即个，这是头一场开播的时候，就是请即个陈奕济吼来讲政治，用台语讲政治，也是讲闭幕的时候，有请迄时阵即个演员吼吴冰峰，即马过身去啊，即个吴冰峰来分享吼，搁有请嘉华老师啊。这每一场拢是一个个别的活动吼，你看迄时阵的人甲拄开始迄个开讲会拄开始的时候，应该感觉会出来吼，差真济。这是定邦生的吼，搁有即个台南妹啊，这是请即个派色少年吼，一场音乐会。这是伫咧菜市啊吼，这伫咧菜市啊，请即个徐亚玲来放即个 DJ 吼。这是伫咧 MLD 吼，迄个台里吼，来迄个有即个音乐嘅表演。迄时嘛有办理行打，迄个伫咧杨家堡行打是，搁有即个蛤蟆声，高雄嘅蛤蟆声即个行打。时阵搁有甲迄个店家吼，搁有甲即个店头啊合作吼，办即个罐头塔吼，就是体验，就是用迄个体验式嘅活动安尼。搁有伫迄个杨家堡遮吼办即个展览，办即个展览。好，大家安尼看应该感觉会出来吼，其实差真济吼。迄时阵即场活动吼嘛，等于讲互大家佫较知影讲台语吼，因为迄阵第二任社长下面嘛，就是互大家佫较知影讲，原来吼即个台语应该是爱是会使用即种方式的吼，是会使用即种方式的来经营吼，来捧吼，这是迄时阵2019年的事吼，即个台湾博览会。落尾吼协会吼，就是落尾就是阮着用即个台湾博览会名吼，因为迄时阵因为办即个活动所摆着有大家对对即个台湾博览会品牌吼，着有着即个名称啦，就是有较熟啦，所摆迄时阵着一直延续落来，所摆咱即马协会所办理的活动，就是拢继续用即个台湾博览会的即个名称。这是2019年迄时阵吼，就是阮一定就是伫咧迄个打狗的遮迄个伫咧打狗遮的少年家吼，着做伙招一寡迄个少年的志工吼，着办即场活动。落尾吼，就是落尾即场活动办线吼，迄时阵着疫情啊嘛，迄时阵嘛发现讲，迄个。因为像这一场性的即种活动吼，嘛发现讲其实吼，迄时嘛咧思考讲这资源吼要安怎延续啦，要安怎延续？就是讲，像这大场的活动吼，虽然讲安尼办，毋过吼，因为用即种打到台语开讲社吼，即种社团，因为阮是寡附伫迄个即个迄个社区大学所摆吼，其实阮无法度有家己的，像讲。家己的口罩还是讲要对外部资源来讲，其实是真无方便的吼。所摆迄阵办即场活动吼，就开始有发现即个问题吼。落尾去嘛去有去思考即个问题所摆迄时阵为着吼要用，就是希望会使遮的资源吼会使继续捧吼，所以落尾吼，阮着伫2022年吼，迄时阵着有决定吼要成立即个协会啦，为2021年就开始筹备，2022年阮就正式成立即个协会。这是咱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吼，咱第一届即个会员大会，这是迄个第一届即个理干事，咱主要吼，咱成立即个协会的目的吼，就是希望讲，遮个资源吼会使佫较。有更较好的利用，互遮个资源会使会使继续吹送台语这个议题。咱打到台语开讲，迄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吼，上主要的目的吼，就是嘛是希望吼促进即个台语听讲读写即个普及化。
顶悬吼，以上吼大概是迄个大概分享吼，就是讲为即个开讲社吼，到即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吼，啊看顶悬遮以上的分享，看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无？啊，遮嘛会使互大家看拄遮敢有啥物问题，会使互大家想一下。好，安尼不要紧，安尼若无问题，我遮就继续吼。好，过来吼，我遮要分享吼，就是现处时吼，咱协会吼，咱正式成立协会以后吼，咱咧做诶代志吼，咧做诶代志。啊，咱自迄个打到第一开，就社团开始吼，咱就有固定办理即个台语讲座。啊，现处时咱嘛是有继续延续吼，咱有即个台语诶讲座。啊，除了即个台语诶讲座以外吼，佮有即个台语开讲会，啊，佮有线台文读册会，啊，佮有像讲时仔诶排答。啊，了外吼，咱佮有即个定期吼咧开即个台语诶课程。啊，过来咱佮有即个甲就是坐即种像讲台语诶专栏过来佮有甲即个无共单位吼，无共单位诶合作，佮有一寡相关台语议题诶经验即个部分吼，就是我等下照即个顺序吼，这是咱大概一寡大项目啦，就是咱即马协会有固定咧办理诶活动甲讲座，办理诶活动课程啊专案。好，安尼头一部分吼，这是咱即马现处时咧固定办理诶活动。头一项这是迄个台语文学诶讲座吼。即个讲座吼，这会使讲为迄个咱2016年起吼，迄时阵就一直有即个无定期诶，就是讲逐个月一场，毋过可能来讲无共款主题吼，各种主题即个讲座吼。迄时阵吼逐个月拢会有即种无共款诶主题。落尾吼，因为发现讲其实吼，要安尼来讲吼，落尾就可能来诶人吼，拢是家己诶人啊，来诶人拢是家己诶人，就发现讲，就是虽讲逐个月办一场诶活动吼，这内容嘛真好，毋过吼，就是发现讲吼，就是真奇怪诶，就是讲可能，就是迄个来参加诶人吼，普遍热度拢无悬。所摆迄时阵吼，伫咧2021年开始吼，阮就有甲即个高雄文学馆吼，高雄文学馆吼，就是合作即个台语文学诶讲座啦。迄时阵阮诶想法就是讲，甲伊包做规档诶，甲伊包做规档诶，咱规档诶就甲伊整做一个主题，落尾安尼来处理，发现讲效果嘛真好，就是讲咱一档有4季吼。就是用台语来讲文学诶主题，就是有无共款诶主题，像讲咱这头一届办吼，就像讲囡仔文学啊、白话字文学台语台文创作，佮有即个文学诶发展，就是一寡文学性诶，就是一寡甲台语文学相关诶无共款诶主题安尼，这是迄时阵咱头一档办理诶时阵邀请诶讲师，这是迄时阵咱教会公报社嘛有来甲咱报道吼。这是欧巴老师佮金花老师吼，迄时阵伫咧咱打教吼嘛有即个囡仔诶共学团，这是金花老师佮欧巴老师因迄时阵来讲即个主题。咱4月到6月迄时阵邀请蒋文文吼，蒋文教授来讲，拄好配合即个台南吼，即个罗马字文化节吼，来讲来小解即个白话字诶主题。这是伫咧迄时阵高雄文学馆。因为安尼头一档吼效果袂歹吼，所摆迄阵嘛接续落去规划第二档吼，第二档就是嘛共款吼，就是讲一寡就是咱就是包装做一季啦，一季3场啦，就是一趴主题安尼，时阵就是宾馆2寡文学白话字吼，共款4月到6月讲即个白话字诶主题，佮有台语诗吼，迄时阵就有办一个工作坊，实体诶工作坊。迄时阵甲高雄文学馆合作诶时阵吼，其实吼，因真毋忙吼，就是会当
学员吼会当顾台语吼来写作来创作，所以迄时阵有办即个体验式的工作坊，主要吼就是希望讲，会使互来参加的人吼，毋若是讲，敢若像讲听讲座安尼尔，嘛希望因会使透过即个工作坊吼，实际吼来体验讲，这台语文的书写吼是生做啥款，嘛透过即个工作坊吼，互因一寡对就是台语文的了解啊，就是体验安尼，时阵佫有海内外台文作家的分享吼，时阵嘛海外吼就邀请即个陈瑞生的吼，陈瑞生的佫有即个欧宾雄先生，海内吼咱就是高雄在地作家吼，陈立文，陈立文。这是2023年，2023年，歌册台语文学的运动史，佫有带读讨论会。迄时阵带读讨论会吼，咱迄个带读的是迄个陈明林先生的作品吼，迄时阵嘛有一个先稿吼，先稿的即个刊物，佫来是迄个台湾作家带写作吼，这是林如凯老师吼。这是大概前三档啦，前三档的主题吼，大概拢较文学性，就是遮文学的论述啊，理论的物件，还是讲较民间文学的物件，还是讲较徛伫较运动性质的物件，遮个讲座吼，影片吼，即马现主持吼嘛拢伫咧线顶吼，拢找会到，咱拢有上网，咱每一季的主题拢有上网，咱拢有留做记录大家吼，若对遮影题主题，影片吼有趣味吼，大家伫咧即 YouTube 吼，咱就找即个台文博览会，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去看到吼，咱迄时阵吼，遮就是准备的这真精彩哦。你像讲吴真教授伊这台语文学运动史吼，伊讲通常吼，伊这伫咧成大开吼，这是一学期的课程，一学期的课程，但是伊这吼3摆吼6点钟吼。就甲浓缩吼，这就等于浓缩吼，就是小解互大家吼。所摆这其实吼，大家若对遮相关的主题有趣味吼，咱伫迄个台文博览会 YouTube 的频道吼，拢会使看到遮的主题吼。好，这是咱前三档啦，前三档咱台语文学。迄时阵前三档台语文学，迄时阵的想象是希望吼，会使建构一个就是台语文学的，像讲。互大家入门啦，互大家会使有一个入门去了解讲，因为其实社会大众吼普遍吼对台语吼要安怎写都毋知影，搁较讲要去熟悉文学咧，所摆吼，迄时阵其实即三档吼，其实咧做诶代志嘛，真基础吼，就是讲伊就是真普遍的去甲大家小解讲迄个即个台语文学，诶基础安尼。有即三档的基础吼，接续吼，咱伫咧旧年起吼，咱即个主题吼，就会使来针对即个台文的作家，所以咱伫咧旧年吼，就特别规划吼，就是针对咱台语界吼真重要的作家吼，旧年的顶半年度吼，咱就是陈明仁吼，阿林老师吼，下半年度吼，就是陈瑞生的吼，咱就是为无共款的即个无共款的角度吼，就是来熟悉即个单位，佫有即个陈明仁即两位作家吼。你像咱遮现主持，咱遮看到咱种规划吼，就是讲有为迄个运动节的角度还是讲为出版的角度还是讲为学术研究还是讲为读者的角度类似安尼，就是为无共款的方面吼，请无共款的人来讲吼，来小解。来熟悉即两位作家，遮个影片吼，嘛拢伫拄则有迄个优质吼，迄个有优质伫咧咱开讲室吼，搭即个台湾博览会即个 YouTube 吼，所以遮影片吼，在旧年咱2024个讲座吼，就是若要各位若要熟悉陈瑞生咧，还是即个阿林老师吼，嘛拢会使吼，伫咧咱迄个 YouTube 吼，拢看会到遮个迄个遮记录，这今年吼，咱旧年是小解迄个陈瑞甲陈明仁，咱今年吼就规划咧小解即个萧冰冰吼，甲杜信良即两位作家。今年吼嘛较无共吼，今年因为
萧冰滴甲杜信良吼，咱就较徛伫因的作品啦，较徛伫因的作品，就是请因家己吼来本身吼来小解因的作品，来小解因的作品。上迄个上，即嘛先放送一个吼，咱9月吼，迄个8月即场吼，8月即场就是明仔载吼，咱明仔载伫咧 YouTube 吼，伫咧线顶吼，就是迄个杜信良先生吼，就是要来甲咱分享伊的迄个放动吼，伊个放动这套作品吼，明仔载伫咧迄个 YouTube 顶头吼，明仔载小平地的吼，小平地的遮嘛拢伫咧咱线顶YouTube 吼，咱台北博览会遮嘛拢看会到。好，拄则小改遮吼是咱固定办理的讲座吼，年度讲座吼，咱即马就转换做一档吼，就是一个主题啦，一档一个主题，安尼落去分享吼。咱即马现主持吼嘛，当咧规划讲明年的主题吼，所摆吼，大家若有啥物想法吼，拢非常欢迎吼，会使来找阮讨论吼。因为咱这合作的对象哦，是这个高雄文学馆哦，所摆拢会甲迄个文学吼，咱拢主要会甲文学较有关系。好拄则讲到这是讲座吼，接线吼是这个咱迄个第3个拜六吼，咱2个月一斗吼，第3个拜六吼，伫咧这个线顶吼办理的这个台语开讲会，伫咧这个台语开讲会。这个台语开讲会呢？这是咱头一摆吼，这是为2020年起搞的吼。迄时阵头一摆开讲会吼，迄时阵是招大家就是真单纯就是招大家出来开讲啦，招大家出来，这是高雄的文化中心吼。迄时阵这个应该大家真明显吼。迄时阵迄个咱高雄的这个立委吼，即马是立委吼，黄捷吼，伊嘛有来做伙开讲吼。这是头一摆台语开讲会迄时阵就招大家单纯出来开讲。这是第2摆吼，第2摆开讲会时阵，就有招大家来嘉宾听吼，来嘉宾听时阵就有开始有安排吼，安排讲就是有人用10分钟的时间吼，出来分享主题安尼啦，迄时阵有安尼安排，就是则搁较针对大家分享的主题吼，则搁大家来互动，大家来交流，大家来做伙对大家来开讲安尼，所以这是迄个拄开始吼开讲会吼，迄时阵是办理实体，落尾吼为迄当个年底开始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所摆迄时阵就全部吼，咱的活动吼，就拢转做线顶，就拢转做线顶。所摆就是嘛是延续即个模式啦，迄时阵嘛是延续即个模式，就是迄个模式就是讲，咱大概吼活动吼，拢会邀请，毋是讲，就是咱大概活动吼，拢会安排啦，拢会安排迄个3拍分享的故事，3拍分享的故事，逐拍差不多10分钟，10分钟线吼，咱有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吼，是会甲大家开讲交流，20分钟的时间甲大家开讲交流，所摆规个安尼落来吼，就是讲，咱希望吼，大家会使。透过这个主题吼，有一个开讲的这个，有一个开讲的主题大家会使针对这个主题吼，就是希望会使鼓大家吼来线顶吼，古台语落去开讲安尼，这场吼是迄个时阵迄个邀请这个德贵，迄时阵德贵来分享吼，迄个一个数学老师用台语讲数学的这个德贵。安尼几档吼办落来吼，其实咱已经大概3个吼，咱其实拄开始吼开讲会吼，上开始是5个呢，咱拄开始是一届安排吼有5位讲者吼，落尾发现讲安尼拢无讨论的时间伤寡吼，所以落尾佫有陆续落去调整吼，调整做4个，到旧年起吼，调整做3个安尼，即马发现即马较安尼咧放的。量差不多是拄好的，就是大家拢有在讲，有在开麦，有在开讲安尼，讲者负担嘛袂伤大，安尼其实吼，咱迄个差不多5档吼，安尼落来吼，其实已经累积吼超过然后300吼，300位分享者哦，就是敢若来分享的
300位啊，就超过300位啊。啊，所摆咱其实这个平台吼，嘛希望讲鼓舞人吼，就是来练习讲台语啦，就是用台语吼来分享讲，像讲咱即马这啊看到的吼，有即个有咧做 podcast 的，啊嘛有医生，啊嘛有咧做 game 的，啊嘛有像讲社工，还是讲有车机的，还是讲有咧做设计，还是就真济啦，这主题真多元啦，就是用台语来分享讲家己的专业啊，还是讲来分享家己的心情，啊短短啊10分钟，啊所摆吼这呀，这到现主时吼，咱呀巧话吼，咱2个月现主时咱是2个月办理一道吼，啊第3个拜六吼，拢固定嘛是有这个开讲会，啊所摆这嘛大家若有趣味吼嘛，欢迎讲大家会使来做伙来斗闹热，系啊。好啊，顶管讲到这是咱开讲会吼。好，过来吼是咱协会固定办理的这个读册会吼。咱即马现主是协会咧办理的这读册会有2项吼，就一个是专台语的专白话字的读册会，咱咧读的是白话字的文献。啊，另外一边吼是咱迄个台湾文学读册会吼，咱逐个月会拜第二个甲第4个拜日吼，咱咧读的是即个汉乐的作品吼。咱即马迄个这边单名人台语文学所已经读煞吼，这已经读煞。即马现主是咧读迄个杜信良先生的作品吼，迄个放毒啊，所摆大家若有趣味吼，嘛拢会使来线顶吼，甲阮做伙读册，这是读册会。啊，读册会吼，我嘛有位读册会吼，遮吼嘛有捡一寡技术吼，捡一寡技术吼，就是咱做像安尼这图卡吼，图卡啊，伫咧线顶吼，伫咧咱的迄个 FB 吼，台湾博览会即个社交媒体平台吼，啊，甲大家分享吼，就是这技术吼，像讲针啊，这是啥物意思吼？这花啊会使安怎使用吼？我看伊愈讲愈嫌比一时煞感觉家己风度真歹，紧回讲。若甲案情无关系就免啦，就是类似安尼啦，类似安尼即个读台语文、学台语吼，就是做像安尼图卡。过来吼，我嘛有像迄个无定期吼，阮会出去摆搭，阮会出去摆搭，就是小解阮协会，小解台湾博览会，小解咱的活动，还是讲小解咱迄个台语文的家私吼，即个拍台语还是讲吹台语。推煞台语啊。好，顶悬讲到的吼，是咱迄个咱即马协会固定办理的活动，固定办理的活动，逐个月固定办理的就超过5场咧，即咱即马协会固定逐个月办理的活动。啊，过来是咱真要紧的，这是逐个月开设的即个台语课程吼。啊，这是咱定期会开的课程，就是即个台语罗马字读写的基础班甲进阶班。拄则讲吼，这咱社团到当前吼，拄开始起讲吼，这是因为陈金花先生的课程吼，啊，大家才开始有即个台语有即个台语开始有即个台语的即个意识吼，就是为这课程开始的吼，所以其实吼这课程吼非常的要紧吼。啊，所摆咱即马现主是协会嘛是共款吼，就是这课程吼嘛是协会非常重要、非常重点的即个基础工程工课吼。啊，所摆咱会透过这个活动吼，透过这个活动来宣传即个顶悬宣传即个台语。啊，若是讲因有法度认同啊，若搁进一步想要学习，阮对对就是请因讲来听即个课程，参加即个课程吼。啊，咱即马现主是即个基础班的讲师是即个培敏考过考培敏啊，进阶班的是黑米进阶班的是黑米啊，即咱即期吼，这拢已经开始啊，啊，这拢会一期接一期落去开一期接一期落去开啊，这相关的消息吼，就是拢会使看咱迄个台湾博览会的社交媒体平台吼，就拢会使看到这相关的消息吼。啊，咱除了迄个
定期咧开的即个课程，迄个以外吼，咱阁有即个台语认证加强班，啊，阁有一寡就是迄个可能较实验性的即个课程啊，就是无一定进前像讲这是迄个单类台语文学选先导式的读册班咱嘛有捌开过像讲互阿爸阿母的台语课等等，所摆咱拢会有这相关的课程，像这实验性的课程吼，通常拢是咱下米吼，下米咧甲咱斗开吼。好，过来是即个台语专案的部分吼，这边我大概带过吼，等下这会请即个咱的下米吼，下米甲大家来分享。即马迄个台语目前现主是有咧放的专案吼，就是也是讲做过的专案吼，就是台文假死物进前捌做过像台文通信即个网站，阁有即个做参人博物馆，阁有台语的节目，台语小酒问，阁有即个一寡政府委托的计演吼。这台文假死物吼，台文假死物就是主要要起做一寡现代即个台语文使用的即个好使用的即个假死吼。另外吼，咱迄个逐个月第三个拜一吼，逐个月第三个拜一嘛会有即个台文假死物的讲座吼，这是咱迄个台文假死物的发起人吼，下米吼会甲咱小解即个拍台语输入法，也是讲找台语的书典吼，要安怎使用吼。迄个咱口话甲声话吼，就是2个月一轮啦。逐摆有无共款的主题吼，就是讲输入法甲即个书典，就是小解讲这要安怎使用。好，过来这是迄个台语文记忆，这嘛是假死物遮做的吼。台语文记忆就是进前英文研究收遐的资料吼，即马放伫遮吼，大家会使抄找遮的资料。这资料嘛拢会个要未完整起嚟啦，这会个录像吼。这是进前做的吼，这个台文通信吼。过来这是迄个做参人博物馆的网站，做参人博物馆。过来这是进前捌做过的节目吼，这个台语小酒问吼，迄时阵有邀请这个阿勇吼做主持人吼，就是访问一寡迄个政治人物吼，政治人物。这是迄时阵，这是甲迄个高雄市，迄个台南市的文化局吼，台南市的文化局因遐有一个专案吼，有做即个一代金城的即个文宣，即个就迄种 DM 啦，迄种欧亚的 DM，伫咧迄个一代台南的一代金城遐吼，有即个台语版的即个 DM 吼，会使有大家睇。阁有即个野队吼，讲台语有高级的野队。或者大概是迄时阵吼，一寡捌做过工课啦，做过执行过计演吼。好过来是有甲一寡无共款的单位合作吼。这是迄时阵咱有办即个新册发表会吼，台文通信这本册吼的新册发表会。阁有这咱嘛伫3档前吼，嘛捌甲即个乌妈妈协会吼合办过即个台湾国吼。阁有这逐档5月吼，即个罗马字文化节吼，咱协会嘛有协办即个做伙办理即个罗马字文化节，这甲迄个台湾罗马字协会。伫咧2023年吼，咱嘛有办理即个单类台湾文学节吼，这甲真济社团吼，咱友好的社团，像讲老台语、叙述台语社，阁有台文笔会、台湾罗马字协会等等吼，遮济社团吼，做伙办理即个单类台湾文学节吼。这先有过节吼，咱今年预定吼，咱11月吼，就要办理咱2025年的单类台湾文学节吼。主要吼，会伫台南，主要地点伫台南，阁有一寡线顶的吼，
线顶的讲座，还是讲咱阁有单类的纪录片要放送，阁有单类的即个纪念文集阁要出吼，所摆吼这先甲大家放送者。这是2023年吼，迄时阵迄个咱迄个单类迄当有转来台湾，咱有办即个实体读册会吼，就是读即个单类的作品，这是迄个老台语岁数的台语社这主办的单类的读册会，这是册顶吼，这高雄文学馆的册顶，咱今年嘛有定吼，伫咧迄个高雄文学馆以外吼，搁有伫台南的即个台湾文学馆吼，嘛有单位生的即个册顶，这是甲即个现代吼的台文所学会吼，做伙办理的迄个台文工作者咧做啥吼？这主要是希望会使互迄个台文系学生啦，现代即个台文系学生，互因有一寡毕业了后会使做啥物台语事工的一寡想法，一寡想象啦。所摆咱有邀请即个台文博览会即个迄阵的发起人吼，下米吼，阁有即个台语鸟吼，台语鸟即个 Apple 吼，台语鸟的设计师吼，来甲即个学生囡仔分享吼，就是台文工作者因是咧做啥物吼？这是伫咧现代台文系吼。好过来吼，这是咱迄个今年咱甲即个高雄文学馆吼所合作的即个年度的即个台文作家的讲座啦，台文作家的讲座，这拄则有讲到，就是咱今年的顶半年度是即个拉力森的即个小盖拉力森的吼，下半年度吼，咱是小盖即个杜信良吼，咱新生代的即个台文作家吼，杜信良先生的作品吼，过来除了这以外吼，咱也伫咧高雄文学馆遮吼，咱也有实体的即个主题式的工作坊，主题式的工作坊，咱这为5月就起过后，咱为5月起过后，咱有办理像就是教大家安怎做生活书写的工作坊，过来是嘛有邀请即个王昭华吼做讲师吼，教大家小解即个台语的散文的创作，接线吼，咱为8月30吼，咱则先有个吼，就8月30开始吼，咱有即个邀请即个阿仁吼，陈明仁先生吼，要来甲咱讲即个台语。迄个台语小说吼的创作，这工作坊吼，咱就是拢总会有4道吼，为8月30开始吼，所以嘛邀请大家吼，然后趣味吼，会使来咱这现主持要搁咧报名，现主持要搁咧报名，会使来参加即个台语小说的即个工作坊，过来咱有定9月吼，9月到10月吼，咱嘛有即个萧冰滴甲杜信良的册顶。伫即个高雄文学馆遮，咱伫咧有即马现主是伫咧10月吼，10月初4吼，有即个萧冰滴的即个新册发表会，咱萧冰滴吼，今年有出一套迄个台语腊字台语语言绘本吼，所摆伫咧10月初4，9月20伫咧台南，10月初4伫咧高雄文学馆遮有即个新册发表会。杜信良先生吼，咱伫咧10月初5吼，伊嘛有今年嘛有出一本伊的诗集吼，新的诗集拢是我伫后面想吼，咱迄个10月初5遮嘛，伫咧高雄文学馆遮嘛有一场新册发表会吼，遮相关的资讯吼，大家伫咧即个台湾博览会即个网站拢看会到，拢看会到。好。过来是一寡可能台语文的议题吼，除了这以外吼，咱台语文的议题遮，咱协会吼，嘛，因为咱即马协会上主要成立的目的吼，拄则讲到的吼，像讲课程个活动这主要吼拢是外咧宣传，也是讲外希望会使
更较侪人去推广这议题。啊，另外遮吼，佫有一寡咱NGO 会使做的吼，就是对可能对政府这边遮发声。所摆吼，咱伫咧2当前吼，捌要求吼，政府吼着爱成立这个那种正式法文吼，高雄市政府吼，就是爱要求成立这个台语学校。台语学校啊，落尾嘛看到成果呢。落尾伫咧咱伫咧今年吼，会正式起稿吼，伫咧高雄的这个路德吼，伫咧北岭国小吼，北岭国小咱就头一间的台语学校，咱顶礼拜有来分享吼。咱这就是咱迄阵协会拄成立头一件做的代志，就是发文吼高雄市政府，就是甲伊讲即件代志。落尾嘛有甲咱一本土的社团吼做伙。大家做伙吼，就是去拜访市长吼，伊讲即件代志，才促成即件代志。除了即件呢，咱协会吼嘛有像2当前吼，因为嘛有甲高雄市遮要求吼，就是讲希望因会使伫各图书馆吼，拢设立即个台语文的专区啦。就是因个图书馆吼，拢会使有即个一个台语文的专区，就是甲台语的册拢收做伙。这吼伫咧，即摆敢若听讲啦，嘿啊，听讲伫一寡图书馆已经开始有安尼咧去处理啊，对，好，以上吼，安尼我遮大概先安尼分享吼，好，安尼接续吼，我就甲时间先交下米，先交下米。大家若有啥物，大家若拄则会分享吼，若有啥问题吼，咱会使，留到尾啊，看是毋是留到尾啊，再讨论，好，安尼时间我先，互下米来分享咱协会专案吼，咱台湾家私面吼。多谢指点，大平安。我来分享画面。我无专工用打片啦，我着互大家看线顶有物件。我先简单自我介绍，迄个我片名啦吼叫下米。我即马主要就是专心咧做台语文的事工。我主要目前工课就是做台湾家私面这个计划。另外其他的时间就是做协会相关的事工，甲其他一寡里里扣扣甲台语文相关的代志，所以基本上就是全部时间拢投入这内底。大家若有趣味，若有想要来熟悉，也是要互相要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吼，我甲迄个网址放伫边啊，欢迎来做伙来，互相进步小见，拢会使。我顺便分享一寡进前有伫台湾文化论坛，就是即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即个所在有分享的物件。其中一个就是进前有来分享，其中我几本绘本的创作，我家己是有2本绘本，一本是家己出版的，另外一本是着迄个阿克想出版的。其他嘛有甲一寡友志斗做绘本，今年嘛有甲友志斗做其他2本绘本，当咧进行。拄则有讲到即个台湾博览会是煞来甲大家分享一下。我着哪开讲哪讲啊，想着啥讲啥呢？补充者。这当初是就是2009年11月号伫遐现场办的活动安尼。这活动其实当初是迄个目标真明确啦吼，就是希望会当互社会大众有机会去接触到相关的议题啊，是相关的知识啊，是会有意愿要做即件代志。因为这原来几若工前6工前，其实迄当阵社会环境气氛甲即2天差诚济。
所以迄当阵就想讲啊，真少人知影遮相关的物件，莫讲有台文即件代志啦，就是可能诚侪人嘛，抑阁感觉台语是名字。另外就是你想讲要安怎吸引人来接触遮个物件，所以迄当阵就有想一寡法度啦，想讲看要安怎来做较好。当然你若有想要了解即个代志是安怎做，其实之前我嘛有来分享过，就是伫第126回世界大文化论坛分享我咧做即件代志一寡想法，所以你若有趣味会当倒转去看一支影，所以我就无去讲。迄当阵咧做诶时阵，主要就是我甲所有人咧办活动有咧办诶，我就全部拢捡来用台语文来办，就是做简单诶方式。所以当阵就是所有会当做拢摕来做，所以你会当看着做者奇奇怪怪，啥物货拢有。像这台文迄个台语诶全台语诶电影而且讲有上全台文诶字幕，有公开放送诶，我想应该是干那即届是上早，因为就我知影，伫即个迄届放送之前是敢若无人安尼做，就是有迄个台文字幕诶电影诶放送，迄当阵字幕有做全白话字甲汉语版详细列出来。嘛有诚侪无共款的迄个形式比如讲像DIY， 这是迄个罐头桶。饲仔迄当阵摆饲仔嘛有做诚侪 DIY， 比如讲，迄当阵有迄个日本人来刻伊的迄个名，我名是先甲伊问讲你的名，安怎写？我会甲伊用写做白话字，则搁请迄个教刻囡仔的先生教因安怎来刻迄个家己名的迄个囡仔。大人囡仔嘛拢有来参加。迄个饲仔，阮迄当阵摆时就真正伫饲仔内底，就是你在饲仔内底，即盐埕埔饲仔。其实即马即个饲仔加做人热啦，你若有来打狗，会当去迄个大沟顶菜市仔遐。即马有诚侪少年，即就是伫遐开店。阮迄当阵就是算因初咧做时阵，我就想讲会伫遐共看，因为迄个饲仔其实已经用咧无去啊，就是无遐济大，要是有啦，毋过无遐济大。阮当阵就伫遐办即个真正诶饲仔，毋过是伫菜市仔内底，嘛伫拄仔有看到迄个相，就是伫迄个菜市仔一档，咧伫遐放迄个 DJ，即个鱼仔林即马嘛是，伊尾手有家己伊会看爱用台语的迄个频道，迄个白话资料，伊就拢咧写台语，看着伊伫网络顶拢伊伫写台语。伊即马嘛伫伊的工会场内底拢做台语文相关的迄个展览嘛是活动等等，伊是迄种可顾。我嘛有做出侪无共形态的，也是无共主题。特别是有这是迄个画展，这是迄个有志电子现，伊有结合迄个声音，甲音乐、甲文字、甲迄个镜头的物件，甲伊甲做伙变做一个美术的迄个创作。迄当阵嘛伫遐展一摆，搁有就是甲迄个在地迄个二手册店顶汉册吧，伊是搭到伊一间有卖台文册，伊虽讲是二手册店，搁伊有卖新册，是干那卖台文册，有固定一位咧卖台文册。所以阮长期其实嘛拢有定甲伊办活动，为进前搭到第一开讲写，到即马阮其实长期拢有伫遐咧甲伊办活动，也是做相关的计划安尼。所以诚趣味啦，就是无共的形式，各种想会到，就是拢来比。场所嘛有去找做侪无共款的，像去行搭的嘛有甲社区
甲社区结合的吼，啊，佮有去咖啡店的嘛有，像这店头的嘛有，无共款的形式拢去试看觅。所以迄届我感觉迄个应效上好，就是来的人应该超过95%我拢无熟悉，这是我感觉是真正是上大的迄个应效，就是当初是要做，就是想要靠我的人。当然买手嘛，真想要继续做啦，毋过迄做迄真正有够忝。迄当阵其实敢若2、3个人做半工，就是啥物代志拢无做，就是做内部一件代志，所以其实足忝。买手就想讲利用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做出来了，就有一寡成绩嘛，就吸引人来关注。所以买手就想讲继续用这个品牌来做。所以迄当阵是大到台一开讲社的时阵，设这个品牌了，就一直用这个品牌文化来经营就对。这个品牌的角度就是较轻松、较活泼，较活跳。过来就是阮有标题讲莫去讨论议题，就是阮议题是拄则讲，我会发公文，迄是买手有迄个大会了，就发公文对政府。毋过阮一般对外的时阵，阮较无爱去讲议题。阮的想法就是阮直接做，我莫去讲，因为要讲遮的物件介困难，就是像我常常会解说讲，你若要讲环保的议题，大家一下就知影，迄个想法是啥款。你简单讲一下，大家就会了解。问题是台语文的议题，大家无迄个教育的基础，嘛无社会背景，嘛无相关的知识，大部分人毋知影到底是啥款，所以你要讨论就是干会当伫遐冤家尔。所以我也感觉讲无采时间，所以就是直接做。这嘛是另外一个咱的这个品牌的想法，就是迄个正常化、生活化。所以阮就是去做，把这件代志当做正常的代志来做，家己先做，看我都吸引人做伙来做，安尼就是变做正常的代志。所以这就无需要去讲。那有趣味的人自然会活来，阮尽量办好各种的迄个形式，尽量无共款的程度拢。所以阮即摆其实办的方式，就是你会看到，有可能较轻松，就是你若有要听，你就当听，还是相关讲座，还是讲开讲会。你若有想要读册，就是你若可能有文字学了，你想要读册，当参加课程。再来就是你若有一寡相关的，我无共程度，像阮之前甲高雄博物馆有办过迄个甲刷读，就是读单边字母学选。阮的条件讲就是，你若对台语有兴趣，你就会使来，无需要讲你一定爱会晓台语。所以其实来的人一般是袂晓台语的，伊嘛会使来做伙读。非得可能因为对台语有趣味，还是讲对文学有兴趣，阮就是用无共款的方式，无共款的程度，声音来参与。因若有趣味、有兴趣、有感觉有需要要学，阮就会去小解因看进一步要去倒位。比如讲，你若无学过台文，会当来上基础班，基础班上了会当上进阶班，还是其他的软件班，还是读册班等等的。你若基本的能力会当去参加读册会，再来就是其他相关的活动，还是买手若是伊若有心去继续来做相关的事工，阮就可能为协会，还是讲阮这组织的角度邀请伊来做伙来参与斗相共，啊，甚至讲像即摆有协会当入会等等，这个方式大概是安尼啊。我有无共款的角度，无共款的主题，无共款的程度，尽量会当维持讲逐个月拢有一个固定迄个活动，会当啥人来参与，就是要经迄个环境。所以阮即摆大部分就是用足少的人力时间，毋过会当办做这活动。而且即摆你若是线顶办活动，大家有法度参与，时间都较拄好，就会当来
啊，毋免受迄个空间的制限，嘛免要赶要去倒位，是赶下班，还是赶倒位买货，还是讲迄项目都无法度参与。啊，所以即马就是有即个方式真利便。啊，所以即马其实就是少少人会当做真侪代志。啊，拄则有讲到吼，一寡甲无共单位合作嘛吼，所以像拄则有讲到2023单类单无合作，但若有趣味会当倒转去看106回迄个录影，迄当阵就是其他友情分享迄搭做啥物代志吼，像即张图就是我迄当阵伫高雄文化馆办册展，啊有导览，有一届是迄个陈瑞生吼，甲绵米子吼亲身来参与的时阵，我就借迄个机会小介吼，就是互其他的人安嘛做伙听。啊，另外一届是专门迄届迄个册展有安排，伫要结束之前有办一届迄个导览现场，就是小介的人，啊，佮有请一寡友志来读陈瑞生的作品嘛，分享因是安怎感觉陈瑞生的作品值得读啊，好伫倒位，伊有感应的所在等等。啊，这是183回，就是前无偌久尔吼。啊，因为阮即马册会负责人吼，有来分享即个8月2日读册会，是找台语读册会。啊，即个读册会因为头起先是我发起的，其实是现场伫打狗。头起先是我甲几个朋友先学8月2，啊，尾手就煞只来读册，做伙读册。啊，读的尾手因为拄好嘛。有的人煞位就是搬厝，啊尾手嘛，迄个中国肺炎，所以就改做线顶嘛，公开招人来参与，啊，所以尾手就大把愈来愈侪人，对这有趣味的啦。啊，即马嘛，拢固定10几个人，逐礼拜拢会来做伙读遮个8月2文献。啊，我嘛会顺续教大家安怎用台语书顶。哦，啊，这是进前吼有招阿勇来拍这个节目嘛，叫做台语小节目，嘛是拄好武汉肺炎的应单，所以尾手就无搁继续做，嘛真拍算。无，其实我感觉迄个应效真好。哦，像这是迄个郑丽君迄当阵伊拄好为文化部部长退落来，所以走去找伊拍片。啊，伊会讲即个台语了迄个红仔都是咧即字写写啥回，请伊咧演，迄个伊看卖。啊，即阵仔嘛有咧想讲咧做一寡迄种底片啦，因为其实底片即卖效果会较好啦。阮之前用试做过，其实确实效果会加足好，就是吸引足侪毋是即个可爱人来留话来互动安尼。所以这未来我也想讲，若搁有时间会当搁继续做，因为即摆手头工课真济，因为做影片的成本真高。我放一个啊。是啥物代志安尼大细声啦？啥物代志？吼！恁查某囝欺负阮后生，将阮后生拍到乌青结血，你搁带咧加身哦？啊，做影都对。哦，是安尼哦。看你要来甲我拍算？拍算啊，那一支敢若落算呢。是啥物代志安尼大细声啦？哦，就类似安尼啦，趣味安尼，啊，佮教一个简单的事啊一句安尼。啊，过来我即几档有，若是有咧做即种较往外的吼，就是甲无共单位合作，哦，也是我家己主动去做的吼，啊，伫无共款的迄个所在，会当有一般的民众较有机会去接触台语文。啊，我主要用的方式拢是声音做主体，啊，文字当然伊有机会看会到。啊，目前我为即个2020年度甲迄当阵是迄个台南市文化局的案，啊有熟悉的人来找我做，啊迄当阵就有伫甲即个台南的即个古迹吼金城有做即个导览的资料，有一个因就是入去大门入去，你拢有看到，伊内底有一寡迄种无共语言的迄个文宣，就是小概迄个所在是啥。
因为即件代志我想要做诚久啊，就是你看到全部拢是外国语，英语的啦，日语的啦，韩国语的啦，中国话啦，全部拢是外国语，无一个是台湾的语言。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做即件代志。所以迄当阵我就主动提议讲要来做这嘛结合入去活动，就是内底我拢有教声音，所以这我就有迄个声，迄个 QR code 你扫入就会当听。这嘛有迄当阵有请迄个有伫导览的导览员，请伊提供资料了，阮搁时下个过决定录音，所以遮内底资料的品质拢诚悬啦迄当阵录音的时阵，伊嘛诚学乐，感觉这内底迄个台语敢若甲一般人讲的无啥共，就是讲台语真正真水这是今仔日下晡嘛是去百花灯伫高雄文化馆是迄个王昭华的迄个散文的讲房就是 workshop 安尼，今日是最后一摆，嘛真欢喜，阮有较会当有即种较少人，毋过会当较有应效来讨论即个书写的个问题也好，也是讲迄个文学的迄个问题要安怎去写，要安怎去表达写啥物款的主题，要安怎入籍遮个能力，等等有讨论诚济，嘛即届嘛诚济人真正有参与咧写，我感觉即届迄个应效诚好，嘛诚期待后一期人生来小介大家写小说，嘛有要讨论作品我嘛诚期待。好我来讲即个家私面的即个计划啦我简单来看一下迄个真正几页导演片这个家私面是头起先我2016年学台语啦，尾手去学台语了，才知影有台语，嘛诚好运头起先就知影讲原来有诚济迄个台语的文献，有机会去接触到。尾手为着要学习，就需要家私，欠家私我就家己做，因为我是原本背景就是软体的工程师，所以欠啥货就是家己做。当然拄好，我是进前的工课就是迄个手机就是即摆迄个smartphone 的迄个软体工程师所以我就先为迄个手机的数字化先做起安尼。尾手做诶，感觉迄个书店欠用，也是无够用，所以就过一冬就去甲迄个 GLV 就是临时政府迄民间诶组织去请计划因当阵拄好有迄个相关诶算做 grant 会当去申请着会当去做一个专案迄当阵有请着一寡钱，有招网站的工程师来做，因为迄当阵我无啥会晓做网站，即摆其实嘛无啥会晓，毋过就是迄当阵是完全袂晓，毋过有请人先来做，所以尾手伊半当的时间做了，我就接手来做，所以即摆拢是一直咧修改，就是敢若我咧用遮软体所有物件，到2020，迄个2020年就是就发起即个大本家私面计划，主要就是我想要专心来做即件代志，因为进前咧做拢是我家己用工咧做，嘛无特别讲爱安怎来做遮个代志，就是为的就是就先做，看反应啥看，看有法度招一寡有志来做，尾手发现讲其实有能力的人诚济，毋过有意愿要投入做即件代志的人诚少，所以我想讲好我就为的
捌落来，就家己跳入来做，啊，所以就会用即个募资的计划来支持我做即件代志。啊，到迄个协会成立了后，就旧年有甲协会正式签约，变做协会专栏。啊，未来就会用协会专栏的形式来执行。啊，甲协会用协会专栏来做，有一寡好处啦吼。就比如讲像迄个找台语的网站，即马是协会赞助的。啊，因为 NGO 的协会，毋是 NGO， non-profit 的协会，就是无处理的协会，会当申请做者迄种资讯服务的迄个算赞助就对啦。啊，这是迄种大的科技公司拢会有的物件，因为我伫这领域，所以我较知影这，所以我就想我可以当利用即种大公司的迄个来做一寡事工安尼。啊，这代志已经做8档啦，目前有发展就是即个数字关啦吼。啊，目前是敢若手机啊尔，啊是真想要有做电脑版的，个数字化真头疼啦，就是你一个作业系统你都爱定做一摆，所以大工程，所以若敢若手机啊，我都爱做2个版本。啊，若电脑的 Windows 甲 Mac 的啊，该做2个版本，内底技术拢无共，所以诚侪拢需要真侪时间去处理，所以目前是先重点先做，就是因为大部分即马使用的时间也是手机啊较济，所以就是手机啊先做。啊，再来就是大家即马学习可能较需要书店，所以书店嘛是我即马主要咧做的重点。啊，即马已经收超过90万条的字数，啊，就搁有迄个相关的一寡教伫边仔的迄个家私，还是讲功夫网站等等的资料。啊，有遮物件其实还阁无够，所以就是即几档嘛，一直搁有做其他相关的物件。其中一个是我上课的教材，尾手就整理做。一个较互人会当家己看的迄个资料，会当互人家己去学。啊，所以因为目前无白话字的教材，我感觉较好用。虽讲进前有诚侪民间有出版教材，毋过拢较属于干那讲字母声调安尼尔。啊，我家己写的，我家己有想着全部拢写入去，所以即马内底内容就是基础班、进阶班内底拢会上，内底讲到的物件，啊，诚侪资料、诚侪问题，还是讲诚侪迄个规矩拢是我家己整理出来。啊，过来内底嘛有台语文的资料，嘛是上课基本的会请。先去参考的资料，就是线顶的一寡数位资料，毋是我做，就是线顶有的资料，会当互大家去看去学。啊，过来就是进前拄好迄个台湾通信30档的时阵，啊有甲进前台湾通信的资料，啊拢甲上网，就是拢是 PDF 档。啊，所以线顶的遮个早前的迄个资料，伫北美遐个时阵的台湾通信资料，拢专门拢放伫线顶。啊，所以这若大家有趣味嘛，当去读。像陈瑞生的小说《头几生》，就是大部分拢伫遮刊出来。啊，再来就是即个小辣日，小编辑先生伊的著作。啊，伊人真好啊！迄当阵头一摆去因兜找伊的时阵，就分享伊诚侪想法，还是讲伊遐有诶资料，啊，伊人无计较，就是甲伊所有诶资料拢上网公开。啊，迄当阵就是鼓舞讲，啊，伊若遮资料若毋知要处理，我会当做电子册网站来上网安尼，所以即摆已经。去诚侪
伊诶著作电子册网站会当来看。像是我嘛一直咧校对内底资料修改，所以这嘛是电子册利用。这网站顶外嘛会当直接找书，内底书伫找台语内底嘛拢有适应，所以其实你拢有当互相对照去找资料。佫有做一寡相关的网站啦，像找台语，你若有想要看原册，当去对原册，就是有一部分是因为可能目前线顶有诶遐数位化资料，有可能有重大，因为有一寡毋是我做，有一寡是摕来，就是一寡有志做。你若可能对内底资料问题，你会当去对原册。有一寡可能原册嘛有重大，我若确定迄就是问题，我嘛会改。你若感觉有问题，你嘛会当去对原册。过来有一寡是无法度做甲遐，像即马有一本迄个台语新书书，我感觉迄本书店嘛是真要紧的资料，就是捡去台语大书店掠看，迄本嘛是真要紧的资料，所以当初赶紧甲伊适应先做出来。所以你即马会当知影讲，即个书店内底有收啥物书，毋过你若想要看内底解说例句，你就爱去看原册。所以阮就会当用即个方式。赶紧先甲遮个资料，互大家会当使用，买手才豆补起。今年嘛有做即个台文语稿，即个网站就是利用 Google 引擎敲找网站的功能。毋过我干那甲伊设条件，就是自身咧敲迄个写台文的网站对，所以你就会当伫迄个。遐个网站的文章内底找到相关的语词语句，这伫书店目前较欠缺的即个状况下底吼，就是真需要加较侪例词，是讲前后文去参考，较知影讲即个词到底伊的意思是使用的情景，迄个语用还是句法。要安怎来使用，就会较清楚。这即马嘛是书店资料较欠缺的所在，所以未来嘛会搁尽量补充遮个资料。过来就是即个台语文记的网站，是去年应该讲前年就是迄个语文教授有足久之前伊就有。咧发展即个台语文记的网站，就是甲所有的伊尽量有法度收到的台语文的文献，全部拢放伫迄个网站内底。因为即马一寡迄个学术单位的网站，就是因为拢无技术即部分拢无 update， 所以拢有安全性问题，所以就是拢收起来。所以我就想讲，我就用。一个较现代的技术来做一个电子册的网站，会当伫线顶互大家当进来看。这资料因为足济，我印象敢若有2、3千本的资料，所以还搁豆下。目前即马顶悬已经有一寡资料起来，所以这会搁继续会当互大家去看。买手会搁即马煞来去做即个白话字的迄个数位化的文字的网站，像前一阵仔已经有甲迄个教会公报社请因授权，甲因合作，请因授权甲教会公报专文授权，互我去使用，甲伊数位化，搁整理出来。就是数位化，包括讲。因之前已经有诶遐 PDF 档案，会做一专门诶扫页，过来就是买手我会甲全部遐诶内容，甲伊数位化变做数位文字，会当用迄个敲找数位文字去敲找，安尼就会加足好找。其实之前嘛有一寡单位有做，毋过因为因大部分拢是用政府的计划案的方式去做，政府计划方式去做，就是迄款计划就是一届做了就干伫遐，就无咧update，无咧修改，歹去嘛。
嘛袂去叮当就对啊，所以其实有咧使用时阵会拄着足侪问题。再来就是界面有诶嘛，无设计甲诚好用，所以咧用诶时阵真侪毛病。所以要去用的嘛，甲广播社遐参照讲来阮遮即个计划来用的，会当未来会当做搁较侪代志。扣起即个数位化诶部分，我们未来嘛，按算要有写一寡整理一寡较专题诶物件出来，就是会当小概人来安怎读遮诶资料。比如讲咧内底有透一篇小说，透一篇新诗，或是讲透一篇翻译诶迄个文学作品是啥，你就当去看卖。嘛有甲伫迄个大文普朗会遮诶文学讲座会去配合一寡相关诶经验，会当未来会当甲遮诶文献当搁较普及化，嘛小概人来使用会当去读遮诶资料，甚至讲会当去编遮诶资料。像我家己就真需要白话字文献诶资料，因为英国文献诶资料上上较全诶，就是白话字文献，因为伊为千国时代到战后拢遐资料有足，伊诶参考价值真悬。我定定咧比较内底诶资料，伊是安怎去使用即个语序，还是讲伊使用有外接使用，还是讲虾米时代较接使用？这内底主要定定去比较，会当得到诚济，这是书店较欠的部分。所以未来我嘛按算甲遮个资料当去结合入去找台语内底，就变做你会当加一寡资料通好参考，就是较先讲要有较完整的整合文有语句的迄个方式，就较先语料库。毋过我无要做全语料库迄个形式，因为语料库是更较复杂。然后做的是较适合可能一般使用者，伊有整合文会当去参考安尼。好，这就是一寡相关的网站内底内容像这拍台语找台语读台语就是找台语的册读目前即马线顶有放资料，遮嘛有放一寡文献内底摄影，过来就是拄则讲的即个台文谷歌即个高会晓学台语即个教材甲相关的资料的摄影这是台文通信的网站这有专门会当看这线顶的 PDF 专门会当看这谷歌嘛拄则迄个台文谷歌嘛会当抄出伫内底物件。这是萧大日先生的迄个著作，内底著作真济就是线顶的目前就是有做菜人博物馆、台湾俗语兼生篇第1册到第3册，还有另外台湾假名，这拢是电子册伫线顶会当看，嘛会当抄出。这是台语文记的网站目前我放起哩目前就是有放起哩的资料差不多到遮啦，有分做无共年代的无共路用咧，就是伊迄个资料伊的路用当地是做啥我有特别有甲无共的特色标记出来，就是伊可时到可能会当较好找遮资料比如讲较特别啥物作者，还是讲比如讲有内底有台语卡那的资料，是讲台语白话字的资料，是讲内底是啥物领域的资料，比如讲有迄个长老的、林业的、银行的等等，我就是到遮的资料我会搁分类。这是进前迄个台语文记的网站内底是我想讲未来这豆豆整理起来会加较好找未来嘛会小概人来安怎去使用遮内底资料所以遮是先有简单小概一寡即个台语文记忆的迄个起头是安怎来过来就是有遮的资料伫倒位这是台语文记的未来应该会迄个白话字的迄个文献目前也无顶悬也无资料，所以我就无规划大家看。
迄个网站时间嘛是会小解大家安怎来读迄个白话字的相关的文献的资料。你若有想要知影拄则讲的物件内底有啥，共款我甲迄个拄则位置拢有答，安尼我就无去答。有一个无答台文博览会，无我去答一摆好啊。就是我拄则讲，伊资料其实拢伫迄个内底，你若有趣味会当看。你若想要搁较了解这个内底咧做啥，其实真正有一寡访问嘛有你会当去看顶管所有的资料，我拢有先顶看，你会当家己偷偷去看。好，安尼我简单分享到遮啦，就看大家有啥物趣味的想要分享，还是要开讲要讨论，拢会使，还是要交流。多谢。我甲会当请教下米吼，你讲迄个台文迄个语句迄，你敢会当简单 demo 互大家看一下？无问题。这个网站其实真简单啦，就是因为我家己咧找语序的资料，我家己感觉真济无够。当然书店，你若讲台语书店的资料，当然嘛有真好的资料啦。问题遐资料，你若比较其他语言的书店的资料，我那差真济啦。所以迄个资料的量无够，语序、例序、解说，遐资料嘛无够有路，所以真济词，特别我家己感觉，我台语是随便处理有咧讲，毋过真济干那会当就是一寡简单生活用语会晓讲，所以其实我需要大量去吸收语序。就是上好，当然上好是台语原本有的，我就是爱先爱伊，知影有啥物词通可以用。若真正无够用的，再去想讲要安怎去创作。所以书店你会当编着一寡简单，可能解说讲即个词伊是啥物意思。毋过迄拢伤过简单啊，因为我若完全袂晓迄个词，你变做。伊甲你讲是迄个意思，毋过迄个意思嘛有可能有足侪种状况，所以迄就需要语境，就是我有一个语言的环境，我才知影讲我当时会讲即个词，较适合用伫啥物状况会讲。像今日我参加迄个下晡，就是黄家华迄个工房，伊就有记一个咧，伊讲迄个十钱。伊会感觉讲即摆诚侪人是用当做充实的迄个意思，毋过伊就感觉十钱即个内容较毋是充实迄个意义，所以伊家己无介意安尼用，伊就有安尼讲。所以像这其实诚有咯，十钱伊到底是会用伫啥物款状况？有讲伊感觉十钱较毋是正面的事，就是伊感觉迄较像是。比如讲，伤过客、伤过病，迄款的状况才会用，所以伊就感觉迄个词伊的语言使用的迄个情景无相共，甲即个充实的意义敢若无相共。所以这其实真有咯，毋过这就是你若无迄个语言能力的即部分，你干若要讲一个词是迄个意思，意思会差不多，你嘛毋知影到底当时要安怎用，所以。学语言就是咱有一个正常健康的环境，就是有迄个语言的环境，咧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咱就去听到迄个词，听到人讲的时候，你就知影迄几句话安怎讲。迄个有牵涉到语法的问题，毋是干那语境，还有语法的问题。像有一个词我真爱摕出来讲，因为我感觉这个词真特别，就是野骨干，大家可能知影咸菜，
亚骨架意思就甲咸菜共款，毋过伊的句法完全无共，咸菜拢会放喺句头，亚骨架拢会放喺句尾。像这你甲看书顶看袂出来，伊意思拢共款，啊问题你嘛毋知要安怎讲，所以我就会去编语句的资料。毋过你若语句的资料，干那足简单的，一句话嘛无够，所以我较爱看文章，就是伊有前后文，有前后文你就知影讲伊是虾米状况内底讲，啊伊安怎讲，所以你就会做自然去学着迄个时阵要安怎用，就是安尼尔。啊，所以其实遮的资料无真济，就是你要有足大量的文章，通好互你去参考。就是其实简单讲，就是有资料库啦。啊，过当然资料库毋是一般人可能较袂去用，然后就用一个较简单的方式。啊，当然你若用 Google 去找遮个事嘛会使，问题是 Google 你去找的时阵，你会找着足济毋是台语的资料，因为伊袂当甲你过字。啊，所以我就设一个界限，就是讲我去找一寡迄个网站内底有较侪台文的文章，就是有较侪有写，就是专门写台文的文章。啊，规个网站内底嘛是基本上拢是台文的文章，迄个网站我甲捡起来，啊，我有咧遮，你若有趣味当家己去看，就是遮个网站。啊，你着为这个所在的会当找到遐网站内底的内容。啊，你若点正面顶悬即个按键，就会当直接拍你要找迄个词。比如讲拄则讲的迄个词，我来找。钱，啊，你咧找的时阵，你会当直接安尼找，试落去，伊就会家己去找相关词出来。毋过伊的相关词有可能，因为伊迄 Google 的超找方式，伊迄真复杂啊。我简单讲就是，你若直接找，伊可能是相关词。比如讲，你会看着讲伊节伊嘛会走出来，干那节伊嘛会走出来，干那钱伊嘛会走出来。啊，所以你若有想要完全找这个词，你就是爱用双引号甲扣起来。这甲你平时你用 Google Search 的方式完全同款。啊，你去找时，你会当找到迄个杂志，内底伊就主要抓即个杂志介绍出来。啊，你就会当去读内底的文章，像台文笔会内底，这内底就有一篇有人写杂志，啊，像这是迄个台湾文学馆的台语文的所有典藏资料库内底一篇小说叫做《阿英》啊，伊内底嘛写着杂志，啊，你就会当像这，你就会当点去看，伊就跳到迄个网站，啊，当然跳到迄个网站，你要是爱家己用迄个网站的功能去找啦，因为我无法度跳去个网站去甲伊显示出来，啊，毋过你若用网站功能去找迄个 keyword， 你会足紧就会当找着讲伊遮有讲一句话，阿英心头温暖10钱，安尼，伊就写安尼。你就可能会当去找足侪文章去看，这个词伫虾米状况内底讲，啊，伊安怎讲，才有法度去了解迄个意思。伊是因为你通常看前后文，你会知影意思，啊，甲你会知影伊规句会安怎讲，啊，迄就是甲一寡语言的使用的情景，也是讲语法句法有地带的对啦。啊，当然无需要知影遐济，就是这甲咱自然去学语言的方式共款。啊，毋过咱即马是用读文章的方式，因为无即个语言的环境通好吸收，所以就用即个方式，古不中用即个方式来学。就是安尼，做简单，就是安尼尔。多谢，我有了解啊。如果有时咧用就是讲，若咧读一篇文章的时阵，一字毋捌，我就甲伊 highlight 起来甲 right click，伊就走去去 search Google 安尼嘛去就是足细找拢无啦，就是毋是讲找无是伤济，无法度人消化。所以讲你即个语句，即个台文语句，即个主要你就是甲伊设一个界限啦所以我就袂找咱即个越南语去啦还是找咱中文去啦，用迄个
敢若用即个罗马字咧找诶时阵，就是敢若会敢若限制伫咱诶罗马字安尼就对啦。敢意思敢是安尼？毋是迄个制限，就是讲你要找资料内底，基本上遐资料就是拢台文啊，所以你袂有找着其他奇奇怪怪资料。对，嘿。因为 Google 伊无法度知影你是要找台文，即摆是啊也无法度。有时啊，你找拢出来越南迄个越南话奇怪文。你写白话字，伊就可能会甲你当做越南文，你若写汉字，可能甲你当做中文。对啦，就是你个人做伙，所以你真歹找。多谢，我有了解。嘿，毋知佫有人要问无吼？若无，我要佫继续问一条。请。迄个你讲迄个大高顶，即马迄个菜市啊吼，即马加足闹热啦吼。我会记你带我去诶时阵，迄个做迄个台湾博览会诶时阵吼，你讲话遐即马因为迄个人口诶结构搬出去诶关系，所以迄个较传统式诶菜市啊吼，像安尼一直安尼落水去啦吼，一直安尼水，安尼较无闹热去。你伫遐，你讲你伫遐照，我印象上深诶，讲你伫迄个安尼三角窗诶所在吼，你用迄个钓子现迄百度诶画顶，我感觉迄个感觉足好啦吼。你佫讲，你有去照一个低点含一个鱼点，敢是吼？伫遐做迄个博览会安尼吼。你佫我诶印象嘛，讲迄阵有开始几间伫遐有几间迄个本地咧做衫还是做裁缝诶遐物件吼，所以说改做互遐一般人会当去家己遐试迄个要怎讲实做吼，遐做衫诶迄个场所啦吼。我是要问讲，是毋是讲因为有遮个台湾博览会活动吼，煞互迄个较传统诶古菜市啊，有较活泼起来，这敢有啥物款诶关联安尼嘿？无啦，迄甲我无伫搭，因为我敢若去办几场活动尔啦，迄若要经营社区经营爱登记啊。是因为因遐拄好有咧发展，怎我就可能去遐办一寡活动安尼。好，所以是基本上是迄个社区诶形态改变啦吼。安尼毋知有你讲诶，毋知有听伊无？有，请讲。嘿，若无咧问，我来问一下，迄个讲，可能是有哪顶变啦吼，有哪两光影即个节目内面，咧讲有一个词吼，伊讲校园要闽台，吼，迄个迄可能顶期诶吼，顶会，伊讲校园要闽台，我咧想迄闽台吼，毋知讲你毋知顶边有伫即个迄个迄个论坛内面啊无？有一个叫做闽台，即个闽台若对即个讲牛个即个去找，敢有找着即个闽台即个词？通常我就会先去找台语编即个词啦。我拄则讲的迄个牛角的功能，就是你看书顶解说无真明，就是你可能知影差不多是迄个意思，毋过你要用的困难的时阵，你爱有规个完整的句，还是前后文，你较知影要安怎用。所以你若通常你是想要知影意思，就是先去编书顶。是讲特别即句，我就是去找你的找台语啦吼，内面就找无啦。闽台尾我是用迄个家己感觉，我想是讲校园
校园要领带，可能是啥物种校园要创啥物物件的意思的款啦。要创啥，那校园要创啥即种意思。但是即个领带吼 ，VIN 第二声吼，带迄个迄个 DAI 吼 ，DRE 啦吼，领带第七声。啊，即个领带伫咱找台语内面嘛无，啊，我去 Google 吼，去甲拍落去找嘛无即个意思。啊，我当时就咧想讲，啊，即个领带是对答出来的一个词啦。毋知下米你毋知影我咧讲即句领带无？迄是若较好是爱有规个前后文去。伊就是敢若一个迄个头句吼，头句迄个伊头句的迄个迄个整个写出来就讲写校园要领带，安尼啊，校园伊是用迄个汉文写的嘛吼，啊领带，伊就敢若写一个头前做一个迄个。请教你迄篇文章是倒位啊？你若方便看要寄有我吗？好，我那时有画起来，迄毋是呀，我甲寄互你，我嘛是感觉真好闲啦吼，即个领带。因为爱看前后文会较清楚啦。对，嘿，好，多谢。对。我时间到滴着，啊，我爱伫遮特别感谢滴着，就是做伙笑遐济当。好，安尼看大家佫敢有啥物问题呢？吓啊，啊，拄则分享诶，像协会啊，也是迄个，下面分享诶遮，敢是有人举手？看者，玉芳吼，玉芳请讲。你好，我问一个迄个后援的问题啊，就是讲，像迄个恁协会安尼，就是经营吼，即种模式，伊敢有法度，就是收入，还是讲迄种咧放的资金，敢有法度持续落，还是讲会当互恁搁加较济经费去做较济工课安尼，啊，就是讲伫经营上，敢伫咧资源顶悬，敢有迄种迄个充足，还是讲，算是讲敢有人甲恁赞助，还是讲互恁去维持即个运作安尼？我好诶呢，就是安尼，多谢。多谢玉芳吼。对，当初会设立协会吼，主要就是希望会使开始就是有一寡固定的资源吼，会使运用吼。啊，其实吼，就是阮今年吼协会嘛要满3档啊啦，啊，就是拄则玉芳的问题吼，我只简单回应者，我家己吼即3档落来吼，我感觉嘛是，其实吼要经营一个。NGO 吼无遮简单呢，其实现主事嘛是做甲平平喘的，就是其实遮就是因为主要的捐款嘛是爱靠，主要的收入嘛是爱靠捐款啦，嘛是爱靠各位的捐款，啊，搁有即马当然现主事协会有一寡计业啊，还是讲就是一寡专案、一寡计业的有收入，但是因为捐款。嘛，还无到遐，所以即马现处事的状况是拢差不多拍平啦，差不多拍平。啊，毋过吼，因为即马协会吼嘛无，就是大多数来斗相共的吼，拢是遮优质啦，所以就是拢会使算是讲真侪志工啦，嘿啦，真侪志工咧斗做遮的迄个斗胖遮的专案啦。啊，协会遮就是若会使吼，就是拢有一寡。津贴补贴安尼啦，啊，毋是真济，所以即马现主事嘛是拢，
要搁咧成长的阶段咧，嘛是咧拢有点仔爱靠大家，哎呀，做伙斗支持、斗相挺安尼，哎呀，然后简单分享，唔知道回答到这玉芳的问题。我即马有迄个申请募款二号，所以欢迎大家来乌燕来赞助。我即马这分享这吼，这是咱阮协会拄啊签过即个募款二号啦。哎呀，所摆吼，这嘛是会使欢迎大家来寄付。哎呀，为着要签这嘛是该3-4个月呢。哎呀，哎呀，因为阮真坚持全部公文拢要写台文，啊，计约啥货拢写台文，所以伫政府遐不时会拄着，就是无介顺利啦。这我补充一个就是，哎呀，像讲咱迄个甲迄个政府啊发文啊，还是讲咱签这募款契约啊，还是包括咱协会的章程啊，咱所送的文件啊，全部拢差不多拄啊咧申请的阶段吼，阮就先开2个月的时间吼，就是甲这物件，包括遐计息吼，全部拢翻译做台文。啊，所摆咱伫咧政府遐资料吼，拢敢若台文拢无中文啊。所摆咧签这募款契约的过程吼，其实嘛有遇到真侪阻碍呢。哎啊，啊，毋过加载吼嘛有即个2019年嘛有即个迄个国家语言法典法通过啊。哎啊，所摆这咱嘛是会使有一寡合理的主张啦，就是请因吼，就爱家己协调啊，看遮台文的迄个台文的看无啊，要安怎来就是所以这时间就是变做拢爱拖真长的对啊。像讲这募款契约吼啦，一般 NGO 来申请吼，用差不多一个月以来啦，一个月以来就拢会使你迄个契约书写好，还是该交的文件交的，就拢会使通过啊。毋过咱这签要4个月呢，哎呀，所摆迄时阵就是因为，哎呀，你嘛毋知啊，是承办人员调工要甲你刁难，还是安怎，拢总甲咱退失败，退到阮已经咧联络伫尾啊呢，就是要了解看到底是发生啥物情形，哎呀，落尾就是差不多4个月才过啊嘛，因为安尼就是变做阮为年初到搭，就是拢无法度公开募款啊，就是拢无法度有收入啊，哎呀，这嘛我感觉这嘛真，哎呀嘛是爱，哎呀，大家靠大家做伙拍拼呢，因为现主时，哎呀，环境就是安尼啊。这咱有定期寄付的，有定期寄付的，搁有迄个古拜支持的赞助的安尼。好，安尼看各位搁敢有啥物问题？我是明美哈，我足感谢恁大家遮少年吼，足认真的。你头早咧讲即个申请去即个法院啊，要申请拢用台湾话写，是毋是因内底人无人会晓读晓，还是安怎？我好闲啦，是讲政府内底人。高城啦，袂当高城，应该是即马目前阮当着要无会晓读的啦，要无会晓读的啦，嘿啦，即马目前当着。毋过你得用一寡方法啦，像讲阮咧送的时吼，阮都有当然汉语版的甲全白话字的啦，当然汉语版的是要互因看啦。毋过上主要就是袂晓读袂要紧，毋过话迄申办人员的态度个对咱真无友善的，就是调工要甲你刁难的。调工要甲你找空找芳呢，这是上老的。像阮即届申请这就是安尼，就是讲就是阮坚持要用台文啊，伊好啊，伊嘛互你用啊，毋过吼伊就调工甲你找讲，你这
你这迄个计划书都有问题哦，爱修改哦，啊，可能安尼来回就2摆修改啊，啊，过来就讲，你这小报有问题哦，啊，所以伊搁爱发文去主管机关搁查，搁甲你查哦，啊，你该改税哦，就是一直用这种，就是互你感觉做刁工啊，袂堪一个物件，就是用安尼来来甲你迄落啊，啊，所以你嘛毋知影，你就拢照伊意思啊，你嘛毋知影到底是安怎有遮侪阻碍啊。啊，所以我个爱甲因鼓励啦，因为我即摆迄个单位先过身吼，我有发现讲教务会因嘛真欢喜用台文甲我写一个迄个调研遐，安怎讲？因用台文甲咱写啦吼，啊，所以文化部即摆伊讲要互咱一个奖，伊嘛是要用台文啊甲英文安尼来写，所以因原来有进步啦，呀。对啦，听到这嘛真欢喜嘿啊！啊，就是爱我感觉就是爱大家安尼做伙搞搞图、看看图啊，一直甲因要求，安尼因才会去思考这件代志无迄个国家语言法典通过啦，菜伫遐无用嘛是囥伫遐咧看。对啦，本来爱小甲甲杀一个。是啦，多谢编辑。有进步就好啦。啊，头拄咧讲吼，恁安尼迄个经费，毋着拢用募款的来吼。啊，我另外一方面足好现，恁是拢奉献恁家己的时间咧做即项代志哦。我听个成是安尼呢。基本上像我啊，还是讲迄边啊，大多数拢是志工啊，因为我本身嘛有头路啊，所以其实拢是家己另外拨时间出来。啊，当然咱协会遮嘛有请一寡兼任的啦，啦，就是要互遮个工课会使正常。啊，这就是一般就是有遮个开支，所以就是爱有像讲对外募款的收入安尼啊。毋过其实大多数侪啦，像讲你遮咱有看李英老师嘛，是金花老师来顶就真侪啦，真侪咱遮个会府咧放拢是志工啦。足感谢，足感谢，感谢大家。多谢编笔记呢，即来甲阮鼓励。看看各位个敢有啥物想法，还是要交流的无？恁协会即马有几个人？敢是35个人才当成协会嘛？吼。协会吼，若是因为阮是登记伫吼，一般迄个阮登记伫迄个高雄啦，阮是登记伫高雄市的协会啊。照讲爱差不多20几个啦，协会至少20几个啦。啊，现此时吼，阮协会差不多有70个，70几位啦，就一般会员安尼，啊，遮个会员大多数就是全部啦，拢是因为阮章程有写甲真清楚，就是讲爱认同白话字啊，爱台文嘛拢爱看有听有，所以因为伫咱群组吼嘛是拢放送消息嘛是拢转落的啊，所以咱这对台语文，对咱遮咧做的代志有认同以外啊，嘛爱就是对白话字是爱有认同的啦，所以咱其实现在你要入会迄个条件，其实该就是有一个坎就对啊啦，毋是讲一般就是要收会员安尼，若会员伤济，其实要开会嘛是真费气的啊，所以阮就是阮协会其实无讲就是对外就是要收真济会员安尼啦，至少遮70几位会使行做伙，拢是对咱的理念是非常认同的安尼。敢有收会员费？有收会费啊，系啊，这若入会拢收会费，系啊。迄个入会费，上年的会费是1200块啦，啊，入会费嘛是1200安尼。
你即摆一年的预算是差了偌济？经常费含讲迄个一年吼，一档阮就是至少，若是照即摆目前现主席的开销，一档头爱100通万，100通万吼。啊，若是会员费的收入头10几万啦。哎呀，协会者主要若是要爱有法度拍平吼，就是关迄个募款至少爱一半，差不多爱50万啦，至少爱50万。就是对外的募款，才有法度，就是协会者的开支有法度拍平。恁即摆有租办公室无？无，阮拢线顶诶，啊，所以即嘛较省钱，省事，省钱。阮拢线顶作业，所以亲像阮迄个，阮诶迄个，会计吼，会计伫宜兰，啊，迄个出纳伫咧，迄个台北，啊，像我理事长伫台南，啊，像李干事拢伫迄个高雄打狗，哎呀，啊，搁有迄个咱诶。迄个总干事处的人员吼，大多数嘛，真侪伫北部的安尼啊，所以拢全台湾的，拢全台湾，无固定的办公室。你拄则讲迄100几万，安尼是事务费含迄款迄个活动的费用拢揽做伙毋哈？恁敢有甲伊分开讲，啥物是固定的事务费？有啦，就人事费用，因为像人事费用，即马差不多协会差不多3、4位兼任的嘛。啊，人事费用一档就差不多40万啦，哈，就差不多40万啦。哎呀，啊，搁有一寡专案的计划啊，像家私物件啊，还是讲，哎呀，这搁有咱协会固定咧开课的课程的费用啊，哎呀，啊，搁有一寡像讲办公的费用，还是讲出差等等，哎呀，这样咧斗会到100多万。地点，你无甲大家讲，若是伫海外想要做会员，会使像咱有一个是赞助会员，对吧？对啊，就是咱这是分较有啦，会员咱有分做，因为咱是登记伫迄个高雄的啦，啊，所以若是讲要来加入咱会做会员吼，啊，若是要爱有法度投票，还是讲有法度提案的，一般会员这吼，这一定爱户籍，一定爱设伫高雄，也是讲你要伫高雄工课，啊，所以这其实嘛真就是有伫咧行政值啦，行政值有这方面的限制，啊，毋过吼，因为咱要希望讲咱协会吼嘛会使吼，更较侪人来参与吼，所以咱有搁另外伫咧中庭以外，搁有设一个办法，就是像这种赞助会员啦。啊，基本上吼，迄个会员的管理吼，拢是共款的，就是敢若差伫讲伫咧行政顶头无法度投票安尼尔，啊，迄个会员的管理拢共款啦，啊，所以咱就搁有设一个一般会员，啊，一般会员就是讲，不论是你是伫海外，是讲伫咧台湾其他县市吼，各县市拢会使来加入，这是因为侪咱嘛知影吼，咱迄个台湾科甲嘛无限定讲伫高雄的啊，啊，因为咱协会无法度，因为设伫高雄吼是嘛是为着讲，因为若要设全国的吼，迄真费气，就是逐档开会吼，就是每一区拢爱有代表啦，就是迄时阵要设的时阵，每一个县市吼拢爱有固定比例代表。啊，所以迄时阵为着无爱补这行政啊，敢若真费气，啊，所摆迄时阵就敢若设伫高雄，安尼。我补充一下，其实会员是你若有真正要参与协会运作的，斗做工课的，阮才会招啦。所以你若单纯要捐款，就是用赞助方式就会使。即摆阮就像画面顶讲看，会当顾一摆，也是讲你若想要固定要捐款，其实你就单纯用赞助方式嘛会使。啊，这迄个金流系统，你要用啥物款方式用，就是基本上拢有嘛。即摆恁敢有固定的海外的即个社团内面合作，啊，所以变做讲伫海外遮会若要捐款的人，透过某一个组织啊，怎会当转互恁？
目前无呢啊，毋过哎呀，即马现主是因为有这款款的平台，所以拢会使透过哎呀，透过遮落去寄付安尼。你若有信用卡，其实就是拢会当用。要较利便。好，安尼看，哎呀，时间嘛差不多呢，看大家佮敢有啥物问题，还是要补充的无？还是要交流的，要分享的。好啦，除了寄付以外吼，若是讲各位吼，若是讲有遮顶悬吼，咱即马看到一寡，讲要活动要办理啊，还是讲有计划要合作啊，还是有议题要做伙来路名催促的啊，还是讲有出版品啊，还是讲有需要老师的吼，这咱协会拢会使，拢有遮的服务啦。哎呀，所摆拢哎呀，欢迎会使来甲咱直接，哎呀，甲咱直接，哎呀，好安尼今仔嘛足感谢大家呢，哎呀，到遮晚。安尼我甲时间交转去，梁光兄敢好？好，安尼咱大家靠谱啊，多谢一个哈。咱迄个后礼拜共即个时间吼，咱即个江南书院要来甲咱做一个节目，讲好话啦吼。江南书院的即个总事务长吼，敢有伫遮？有看着英汉吼。你敢要甲大家小可介绍一个后礼拜节目一个？所以就是为即马去到年底啊，阮书院逐个月摆一摆的论坛吼，主题就是台语讲万方面阮就是开始招一寡你感觉讲迄个主题普通写甲台语无伫台，阮请因来遮用台语来讲安尼。8月头一摆吼，阮请阮遮一个朋友吼，叫做林颖，伊早前伫咧人本教育基金会食头路，即马还佫咧联络，近来即个基金会有出版一个叫做好话牌啦吼，就是台湾人，你嘛知影讲台湾北部定定讲，对囡仔讲话吼真无客气吼这嘛毋是干那台湾人吼，阮伫咧美国学校有开一寡训练的班吼，伊嘛是定定甲遮爸母讲吼，毋管是你咧做爸母，还是咧其他人际的关系，有当时你讲话在讲的时阵，就是无讲到有效果的话，其中头一步就是讲好好讲话，讲互人听会落，这嘛是一种算讲是咱的一种才调吼，需要训练所以咱后礼拜就来讲这个主题安尼。好，多谢。安尼我即马甲即个录影关起来哈，要留咧继续开讲的哈，麻烦迎安尼好无？